再去看世界，来看英国有一个查甫人，伊为着要替非洲撒哈拉的难民募款，伊是用走的走遍规个非洲。伊若经过352天了后，伊即马总算完成这项挑战，嘛成功募到代票要挖3000万。This is it. Russ Cook completing his run across Africa. This is 16th and final country. 库克冲过终点线，接受众人的喝彩，佮讲完成任务啊！伊甲记者讲，家己已经真忝啊，伊成功走完规个非洲，用352天，最后伫突尼西亚拉斯安杰拉地线。这条路程也佮有另外一个大收获，就是成功募到70万英镑，相当代表2836万的善款，会用伫帮助无依无靠的人，甲提供撒哈拉难民营自力更生、人才知识等教育活动。He cares about honestly bringing people together and changing people's lives. 27岁库克原本打算为突尼西亚遭到南非伫无安排休困日的情况，伫240天内走完360个马拉松，想要到出发进前，阿尔及利亚签证出状况，伫最后一刻改变计划，今年4月支为南非上南边出发，2月下至河南沙漠甲撒哈拉沙漠，第50天，伊甲团队成员伫安哥拉拄到抢劫，相机、手机啊、现金、护照拢互抢走。第200天因为无休困，警方出状况，互医生强迫缩短招标。降低强度，第278天，阿尔及利亚的签证也是无落来呀，因为伫社交媒体公开招标的进度，甚至引起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、英国政府甲政客注意，最后得到阿尔及利亚第5过关。为着将进程停留时间补回来，伊无顾到一切，不论是利息的小大甲沙尘暴，也是透明拢来走。公司新闻吴林编译。